我哋想將活動打造成一個大型嘅志願服務綜合平台，可以匯聚到唔同嘅人、社福機構仲有受眾，等澳門嘅青年可以更加團結咁樣服務社區，令到志願服務變成佢哋生活嘅一部分，仲可以將志願服務打造成澳門一張亮麗嘅名片。2024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啦，係新中國成立75週年，澳門回歸25週年，仲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週年，所以我哋想藉住呢個機會，可以吸引一啲平時少做或者從未做過志願服務嘅青年，用灣區志願精神故事再加音樂分享會嘅形式，一齊謀劃灣區志願服務嘅未來發展。我覺得由冇到有係一件好難嘅事，俗語話萬事起頭難，但係當你參加咗第一次嘅志願服務之後，就好似有一種神奇嘅魔力，令到你着迷，你會變得大膽咗，學識多咗，眼光開闊咗，同埋我相信生命影響生命，可以將好嘅人或者事宣揚出去。咁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喺我哋今次嘅服務入邊，能夠借住雙慶嘅年份去設計同埋舉辦今次嘅服務月同埋音樂分享會。咁我哋希望能夠借住呢份同聚同樂嘅氣氛啦，嚟到投入今次嘅服務，凝聚住唔同嘅社會人士咧嚟到參與志願者。因為我哋亦都有透過過往舉辦過協會嘅一啲品牌項目啦，亦都做咗10幾年嘅服務啦。例如話我哋做過一個貴州山村嘅服務啦，希望能夠透過呢個品牌嘅項目一齊宣傳俾廣大嘅市民認識，同時亦都希望借住呢份機會啦，透過我哋製作嘅志願者嘅明信片啦，嚟到寫上一啲祝福嘅時候寄往俾山村嘅村民，亦即係貴州。咁我哋同時咧亦都知道灣區嘅服務咧，亦都比較受到關注嘅。咁我哋希望透過灣區嘅例如廣州啦、當地啦，我哋希望能夠透過一啲擺攤嘅服務宣傳進行分享，令到呢個明信片同埋刊物可以分享到我哋關於我哋澳門嘅當地文化特色，仲可以分享到貴州嘅當地文化特色俾我哋嘅灣區嘅市民去認識啦，凸顯出我哋對灣區嘅一份情懷，同時亦都希望能夠共同去發展志願者。咁我期望未來咧可以會提供到服務平台俾廣大嘅市民同青年嚟到參與我哋協會唔同嘅類型服務啦，亦都可以了解到服務嘅多元性。咁亦都可以透過佢哋啦，或者佢哋身邊嘅朋友，能夠以生命影響生命嘅方式嚟到去參加我哋志願者，令到呢個志願者呢個大家庭啦，慢慢壯大起嚟，令到社會嘅弱勢社群啦被關注啦，同埋幫助，亦都可以受到關懷嘅。希望能夠推動到未來灣區嘅志願者啦，能夠讓青年一齊去聯動同埋融入，又能夠共謀未來志願灣區嘅發展服務嘅。